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时间咯。讲到板满猪脚，大家冇试过，一定冇有听过做梦呢？传统的板满猪脚，除了一个方式是，还有两版新的变化，也系讲料理的方式呢。今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菜铁的师妹，好好来同我们小解一下哦。马上就来分享我们这是板满的事宜吧。所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板满的吴思怡。所以，提小姐，你们这个料理之前，我想强调一下吼，你们这个本身係提板满嘅开店的嘛吼？亲戚提板满街坊有一个品牌。哦，嗰個店嘅係親戚開嘅，媽媽係做乜嘅？地部嘅國際係乜嘅？媽媽係地部嘅主廚，中央廚房嘅主廚安尼。佢應該算係老師傅，錯冇？喺地部負責料理嘅。係，如果講煮腳一個撈製嘅過程，攏係伊媽媽，我媽媽提負責嘅，伊做嘅差唔多會30年嘅。其實我唔係提餐飲一個相關嘅。考內嘅人，係因為疫情嘅時節，路上講同陸客人嗬，安尼分隔兩地啊，已經會20年嘅，路上講過來拄啊好過來陪媽媽安尼，伊年紀未過大安尼，路過來安尼，路過來媽媽路講，安會做行銷同廣告，做乜唔係同係設計啲 logo 咯，係講我 logo， 我一啲 logo 做乜嘅？嗰時我講我自家要做我品牌啊，我做一個東西做嘅30年，我應該可以做一啲品牌。我嗰時就當做親像佢好難嘅，因為70歲，我想講一啲70歲老人家同講，要做一啲品牌。我想講好啊，咁我畫一啲 logo 本，我係設計師嘅朋友畫一啲 logo 本，都係人家看到一個 logo，同 logo 接不嘢。如去做我自家的事情，如果看，如果講logo 本來唔要同我做我的品牌，講如做我的東西我很弟弟有人聽我很弟弟同栽培如果講也唔係愛呢，也我係愛真係做一個品牌，一個品牌係愛賣出去嘅，如因為嘅事情，我哋都有幾多嘅，就是摩擦，因為如果咁樣講有的時候去上海食阿妹親像沒有辦法顧及一個品牌，伊都會覺得很生氣。然後後來我就問伊講，你到底為什麼要做一個品牌啦？你難道不知道做一個品牌要花幾多錢，要花幾多時間？伊講，因為妹妹手腳又唔好，因為伊係重度殘障，然後我係漸漸的路誒，蠻要學伊媽媽嘅時節都講，妹妹手腳都唔方便因為伊係重度殘障嘛，我漸漸的路誒，蠻要學伊，我講我如果講以後嘅事情，攏規快講，喺我哋有一個品牌，唔係夠好嗎？弟弟妹妹唔等，攏唔使擔心以後嘅事情，我一個時間我能提講，就是媽媽伊一個角色，伊想嘅事情都同我哋可能冇共用，伊嘅方向都係適伊嘅聲音嘅。原來啊，我覺得喺媽媽以前從人家聽書做一個料理嘅部分，佢自家有一個夢想，想講有自家品牌，結果冇想到佢一個理由，比人哋想嘅韓國人呢，佢一個品牌理由係為咗照顧佢自家嘅聲音呢，哇，聽到幾溫暖呢！一個品牌咧成立嗬，同媽媽嘅分工，如負責講，個專門嘅部分唔係做料理嘅部分，如行銷啦，一個設計啦，一度媽媽共用，佢嚟做一個把關，還有咩料理一個部分係安尼嘛？因為媽媽如講，我哋做一個品牌，如係講愛本他家人攏識到我哋自家陸客人食嘅美食，故所我哋同每一個人客攏當做我哋陸客人，同最好嘅食材。結合到我媽媽30幾年，伊一個做輸入，做東西嘅輸入，結合放起來，然後做一個各好味道嘅東西，本人客幾頓一個味道，如果別人講，一定如果上到一個味道，如果講嗰叫冇識嘅哪家安尼，都親像歸來陸客識到嘅美食共用安尼。就係講媽媽對細年咧，愛情利用一個機會化作食材。可能是在健康，是在好食，就這個要點本大家攏知嘛
在做一个事情的时节啊，唔可以同妈妈讲，其实做品牌同开店点的通常的失败相同，但係實際上係完全無共嘅理念咯。嗰時就開始啊，同媽媽又講過，開一個品牌其實夠麻煩嘅，咱唔可唔可以先開一個店嘅，會夠簡單一些些。有安尼同媽媽講過冇？媽媽她伊個傳統，伊都會咁樣講，我哋應該先開間店嘅。不過因為我哋之前係做名路嘅生意，故所我哋。咁啊講，我哋更加愛做一個品牌，應該愛針對我哋個厲害嘅方向去做，安尼會更順利一點。故所我一開始我哋攏係做名路栽培安尼，結果如幾多年下，一定可能係名路識到嘅，咁啊個好食，一定都視察愛請來。如果口耳相傳吼，嗰個名聲出來，大家都來請。按你講方咧，其實媽媽對一個品牌來講，佢有一個觀念，但係佢係停留在傳統，愛開一間店嘅嘛。但係唔能係新嘅觀念嘛。同媽媽傳統嘅觀念同唔能新嘅觀念，兩者衝突嘅時節，唔能係兩辦同媽媽去溝通，也係個唔能用兩辦嘅處理嘅方式啦。如兩片我會見拗啊，見拗都問你先講安尼嘛。時節，如果想講好啦，伊按路誒冇退拗嘅，唔過如果比如講，我哋之前，我哋如有朋友同我哋講，我哋咧東西該好食，伊個人個隻想去送俾朋友，唔過我哋嘅時節咧合嘅同紙袋，攏該比較親民一點。個簡單淳樸嘅安尼，可以拿頓嘅都好啦。伊講伊送唔出書啦，故所我如講，冇安尼我設計啲個高級嘅禮盒，媽媽聽到講。乜嘅一啲禮盒都要做2000、3000咧，男人用賣出去，唔能做天嘅，伊如果該操心一個事情，我哋都兩片都睇上漲嘛，漲我都講，反正錢係我出，賣唔出去應該咩嘅事情，媽媽講唔咩安尼講我可能唔失敗，我咪會傷心嘛，如講到一個事情，我都講，你相信我一擺，然後我去年我都做一啲禮盒。嘅時間我都結合到我哋閏年閏月一個習俗跟傳統文化，我哋都做網絡嘅行銷，結果嘅時間一個禮盒都變一個爆款。對，甚至還有喺度睇美國同英國嘅台灣人，一看到我哋嘅廣告，伊都來下定。可是他的電話沒辦法打到我的手機，就一直打，我以為是詐騙電話。因為個號碼係冇用用錯嘛。結果伊都係伊嘅朋友，都將我哋嘅官方 line， 然後同我哋聽，然後講喺多嘅時候推廣，因為伊睇美國嘅時差冇共用安尼。我哋提講，有安尼聲音嚟按好心，伊想要聽伊啲東西，同爸爸媽媽聽復甦。亂咧。嗰時幾時隻設計嘅禮盒都根本你帶來看到一個親友嘅喜氣呢，用紅色嘅。以前我哋係用太武山嘅形象，然後做玉山。我哋一個禮盒，我哋都取名講肉是座山，都送伊底部攏係玉，送本都係一個好意安咧。都用自家嘅心意同店嘅心意嘅理念，都發喺一底部。唔過做一個事情，像唔講嘅，同媽媽去做一個衝突嘅時間會有拗事嘛。但係講媽媽嘅出發點係為到唔能好，已經會擔心講唔能失敗，唔能記到。其實會唔會講同媽媽開玩笑講唔怕啦？其實你看人哋雖然講包括到錢，但係人自家會設計啊，已經先上嘅嘅搶設計時嘅費用嘅，錯冇？伊唔會第二嘅，伊咁樣講，一個東西看起來佢高級噃，係咪花幾多錢？不過因為我哋賣爆款嘛，所以如果相信我哋嘅專業一些建議，就是經過這個事情之後。你自家做一個品牌開始，會唔會有遇到講乜嘅？你自家感覺講會有挑戰，也講會困難。除了同媽媽拗事一件事情之外，還有其他你自家感覺到個困難的事情嗎？其實我冇過擅長做實的東西，因為我以前嘅工作形態，個係通腦、通嘴，然後通筆。一開始嘅時間做事情過慢，然後媽媽因為做30年咧，阿姨嘅動作很快，阿姨都會同佢講弄慢啊什麼的，挫敗感會有點大，然後後來就會
慢慢的推讲，可能莫对俺按快，就是口气不要按这么差这样子。因为俺还在學習吧，因為也嘅唔係俺識試嘅呀。錯。來幫助俺也會嫌講，唔嘅用埋按。啊，經過媽媽介紹，俺都提講哦，原來伊係擔心整個過程裡面有的時間，你喺矛盾嘅時間吼，去扭痕，東西做出來如果唔模式，嘿，故說俺都沒了解到，伊做嘛按緊張，反正就是一個互相了解過程。工作啦，還在磨合的階段啦，吼。哇，觀眾朋友，原來詩怡今日都開品牌係按起來，特別充滿按溫暖的故事呢。不過有一個故事之外，今日嘅料理到底有哪度特別的地方呢？冇就可以哦，CB 茶繼續嚟同大家講哦。前面當然是已經能夠卡按溫暖嘅品牌故事，但係重點係更加呢，終於要來說一個充滿愛心同一個好食嘅料理嘅哦。所以，你今日你帶來按到好食嘅料理吼，哦，嘅空氣當中吼，都係我哋慢慢做個味道。但係呢，重點係講，你要按好食嘅料理，我要對哪現實啦？個貼係咧？如果我哋迎合最好嘅，如果我哋係最做薯片嘅個蜜汁豬肋排。豬肋排係咩？以小鴨最好嘅兩個節日係我哋嘅情人節同嘅聖誕節。哦，因為有幾多嘅男性朋友，伊人唔會煮東西嘛，重要的節日，他們想要製造一些氛圍感，伊人都會聽我哋一個豬肋排，規氣個簡單，都隔水加熱，然後煎開來都可以食的。冇想到以前嘅咧，你清清彩彩講阿婆今日煮嘅排骨，其實還有一種嘅偏法，也算西式料理，唔係我哋傳統嘅料理嘛，吼。你除了有個排骨之外啊，你主角先冇講哦，我還看到有個飯條同有個客家嘅三層肉嘛。係，一個係我最好食的。都唔難講，因為我哋雖然講我哋買最好嘅係買主角，不過呢，我最好食嘅都係一個客家嘅蒜頭。鮮豬肉，因為我哋一個鹹豬肉我哋唔係用曬嘅，因為用曬我有嗰度嘅致癌物質嘛。故所我哋係用最新鮮嘅三層肉去醃製，然後醃製係得以過一段時間，然後你都可以推安尼真空，然後你拿回家，有嗰度你還能提供各式各樣一個食法俾我哋。如親像一個鹹豬肉有嗰度嘅食法。像我哋有啲人下路咧，同我哋講用整嘅咪個好食。按你哦，按先試看下先，到底有個鹹豬肉係乜嘅味道好冇？好。這啲按你試都做得嚟嘛？嗬。係用菜包起來。哦，唔係，我先試一啲鹽味。哦，大家看一下，一個青球呢，像，有個味道青強呢。唔係鬼油，也係真是鬼球呢，也唔係鬼鹹。以前我印象啲都人哋客家鹹豬肉，唔係鬼皮嗬，咩唔係鬼硬鬼球。唔係睇到佢用剪呢，冇得用炸嘅，然後切一片一片。披鬆一個泡菜啊，無論係青蒜，還有個生菜，都可以，可以解膩。嗰時講詩怡，人哋唔單槍講可以按你大槍食，甚至於講有個配菜，人哋啲生菜唔係擺好看咧，係可以真是爆紅嚟食的。按你來揾一下，爆一個強菜，到底係乜個味道好嘅？唔識看到一個強菜，佢甜哦。等下，有個強菜係人自家種嘅嘛？一個強菜係我哋慢慢嘅小農種嘅，也係慢慢嘅，真的是純有機的。你可以識看到佢鮮甜。早晨頭6點我哋去摘嘅。大洲哦，係一大洲。古時我看一條生菜擺下睇下片，可能1點鐘、2點鐘，伊都唔會，就是不會看起來葉子黃掉，或者是就是垂掉，因為伊夠新鮮。冇錯，真是夠新鮮。頭都試下一種更加是咧，有2種無共嘅感覺咧，有個地杯試咧都可以搶出來清醬。古時講頭都試安尼，豬肉有啲人會揀嘅。可能夠油，有一講嘅豬肉嘅味道夠鹹嘅，就冇咁樣嘅哦，它就是化掉了，佢都唔會按會解膩啦，按嚟講。一個係我最好嘅食法，推薦給你。而且食烘嚟唔可以講啊，如果你講講搶
唱出来是太少，唔会有个说风来皮好到嘟嘟好，甚至于讲有个咸猪肉冇按嚟包，佢也可以做了个沙拉，也可以适合呢。等下存咧吼，技术上来是冇，其他吼见识系都唔会说咧。咸油喏，讲到咸油嘅其他，像就都讲咧，一个猪卡，猪卡嘛吼，我哋慢慢咧特产。我哋一个猪卡有朋友提慢慢食过，同我讲，我100食到猪卡，不用人诶，冇素面呢。因为我哋在地嘅人吼，都唔会买真空包装，因为人干嘛讲真空包装，如果在隔水加热完之后，会有啲素面，我哋猪卡唔买。真是的，你夹夹来试看那些，上看那些妈妈哦，甚至人做料理一个功夫很用白。可以吃看哦。系啊，你是夹一块，姜用咧同个咸猪肉姜用鬼球，有个米头都冇像个咸猪肉按上。姜用鬼球呢？有个用炸米头冇嘛相同，有个春姜卤嘅偷油，单纯偷油同个牛嘅香味出来。我哋咧煮卡係用60年嘅老卤去卤嘅，我哋咧煮肉係用中央畜產廠嘅煮肉，所有嘅飼養嘅過程，都係用國外進口美國進口嘅谷物，然後一定有那個營養師，專門的營養師幫這些豬去批的呢沒有食的東西一定給豬嘅係要喺室內，然後24小時恆溫空調。然後架高的欄架，故說唔好擔心講食得個豬卡會有個豬卡嘅味道，唔會，其實食風嚟其實幾清香嘅，真係做牛嘅香味。但係人哋攏提講豬腳安尼是已經幾好食咧，但係佢還有嗰啲靈魂嘅蘸醬做冇？你也有做一個蘸醬嗎？有，一個蘸醬都係頭前那個小碟子，有幾多人考講你要蘸醬攏按好食，我想要買一個呢可以嗎？我講唔可以呢，因為一個係我哋用雲林呢，就是全日照的那個蒜頭。古所講，伊係新鮮的蒜去打，冇煮過，伊冰嘅時間都差唔多1日到2日，唔可以在冰冰箱底部冰很久。人講有啲人買過去，都係醬汁嘛，都冰1年2年呢。古所講我陳新鮮，還係冇做一個販售啦，但因為是人哋都會有獎品。係錯。除了個豬腳，人係貼喺做嘅，有個牙坤哦，順後個兩個洗盤嚟同牙一碟杯，有個飯條。有冇個貼喺的嗎？一個飯條係雲林園長嘅飯條，一個飯條嘅小農呢，已經做飯條做4台嘅。你看個飯條蓋太粒錯冇？錯。然後每一個很飽滿。其實我哋喺研發菜式嘅時間，我媽媽因為設計個好食飯條，一路想講伊愛來滷飯條，可是過程底部伊失敗幾多擺，幾多擺。用辦公室拍呢？都會攞出來開硬。冇路係講不會軟糯綿密，我哋都想講到底係乜嘅問題呢？然後最後都會就是花生的品種。本來佢有個品種嘅關係，咩攞係天硬嘅，有攞天圓爛爛嘅，更加潛到有嘅佢係蜜桃絲下嘅，但係頭到眼嚟送一下。嘟好嘅。嘟好，佢係食得到嘅飯條失敗嘅脆脆這種感覺，但係呢食下真係超綿來嘅。綿飯條米頭同佢頭油，全部向下走出來，真好食咧！我感覺比個豬卡個好食，真是咧！安尼又細細吃上來冇負擔，但係會讓人家不自覺的一袋加一袋，一下一盤規碗人都剩下來。嗰時候前一站咧，如係嗰多年咩睇看嘅比賽嘅棒球啊，都一個買個好。一個天使他批了，看了天絲的天陽用版，真係打嘴鼓，人哋從按嚟講法，拿一杯茶，拿一啲些些飲料，那種批頓咧，幾適合呢。唔過按嚟按好食咧，豬腳啦，也就除了媽媽嘅功夫之外，然後加入嘅這個新嘅創意嘛，從一個研發嘅部分係唔睇想法，也係媽媽自家嘅想法。比較多係我嘅想法，因為媽媽可能她以為個習慣做一啲東西因為我比較會想說。
比如讲前一阵的我哋那个百香果出来，我哋想讲，百香果同我哋乐牌加强下，应该係佢适合吧？然后如果吃粥安尼我那个产品也是我们的季节限量款，然后每年只要时间还没到。如果银行如果讲，我可是买的么？买个时间我可是买。可是先焖的，先煮焖的哟，吼。不过总有个新的料理的方式，妈妈无听有学过去啊，唔会嘛？佢会唔会有同朋友讲，有个安尼做的哈，用bàn做。会。唔即个无有个料理的经验，吼，也无学过有个，唔即个会去用bàn同妈妈讲，也係講唔即個會去先學嘅，我會去前嗰度嘅食譜。咩唔會？讲如特别用一个食谱，还是用哪一个食谱？如果讲我寻到一个食材吼，以够适合的做法，如果去就是要一直尝试。我有失败的东西，失败的东西就会恐怖。冇安尼讲，其实如果讲有一个想法之後，唔會。单纯来讲将一个想法接出去给妈妈，其实你自家会先去处理讲消化一下，那请个食谱啦，也要讲方式，再同妈妈来讨论，一步一步来进行来改良也得料理嘛吼。除了唔能做按照好食的料理，买我哋也啲买也係最重要的。前面司仪也有讲到讲，唔能自家喺做一个名录行销的部分嘛。那唔能除了名录的行销，唔能还有做那条目标的行销的方式。其實咧，我哋做嘅嗰度行銷嘅方法，比如講我哋咧 Facebook、IG， 然後同我哋咧 Line@， 我哋都有用一些內容，影片啊，然後好看的照片，有設計間嘅海報去做行銷，安尼，攏係更加比較多年輕人喜歡的方式。嗰所講，其實唔能咧行銷，其實名錄好，唔係單樣吼，即係咧電單也講消息出去，其實唔能特別用心去拍個樣片啊，吼，也講相片，去想大家講，我哋咧料理到底上種樣板，所以講大家試唔到，大家可以看得到，甚至以後看到我哋嘅品相樣板料理做出來嘅，去同大家說明，幫大家增加一個購買嘅信心，想大家來買，係安尼嘛吼。觀眾朋友，你看按照好食的料理，我常食得一兩項就輕鬆夾後來蹦翻爬翻嚟咧。不過除了安尼之外，條都只有介紹今日還有特別的行銷的方式，內容係樣板咧，青島的故事，休息一下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哦。一個品牌、一個公司，佢有好嘅內容之外，有個好嘅內容，樣板本人嘅人客知咯。前面嘅時節啦，是有講，佢能作為名錄嘅行銷，但係除了名錄嘅行銷之外，佢能係作為哪條冇共樣嘅方式呢？繼續嚟請教一下司儀吧。司儀，前面唔能有講到為咗賣出一條好嘅產品，唔能自家除了名錄嘅行銷，係去鋪片嘅。一個鋪片咧，其實係有啲疑問嘅，我講。鋪片咧，人到底鋪嘅內容係乜嘅？喺從人家講嘅人有好食嘛，也係講人有特別嘅方式去講一條嘅產品咧。我哋都係講做一個東西嘅時候，一開始有幾多嘅我哋咧忠實粉絲，不過伊哋咧年紀都見來見過大嘅時節，伊哋可能都唔可以是按照批注用，我哋都睇思考，我哋用嚟去開發年輕嘅族群。故所我哋睇拍片嘅時候，我哋都想講年輕嘅族群，伊哋個容易看個好辣嘅內容。故所我哋都就是拍一些很有趣、好笑的內容同我哋嘅東西按用嘅色去植入在裡面你看到前面好辣你來你看一個東西按用嘅色，然後到最後如果勾起你想要買這個東西嘅一個慾望。我哋啲嘢都更加好，最流行睇名錄通，人哋不時會看得到人哋業配影片啦。但係有個樣片唔係單講你有個東西好食你來買，你能用包裝一個故事，用一個方式短短的樣片，向大家講，哎呦，其實有個東西唔會炒，人哋去了解一下，看下先安尼。嗰時候去打名錄通，人哋
品牌嘅名称，你可以看得到也相关的样片的嘛。嘿，因为像我哋有一支样片，每嗰度嘅粉丝一看到都感觉好难，因为嗰係我先生，伊都係一人分饰二角，因为我哋以前做廣告嘛，可能有嗰度嘅就是拍片嘅時候會有臨演嘛。唔過我哋幾耐嘅時間，我哋都冇團隊啊，團隊都搶我哋2個人，伊都一人分飾二角，飾演一個盧卡冇東西，又要煮東西出來嘅媽媽，同聲音咧，同媽媽透過我哋聽講要去遠足，要帶壽司，用嚟囤一個東西變壽司，安尼，都搶安尼嘅題材，我哋要做一系列。不是我欣賞伊咧說來，一人分飾兩角，還變做給媽媽同聲音的安尼，也個犧牲蠻大嘅。真是從比上嘅知識哦。除了安尼，能拍片的呀，其實我行底下講，其實你自己有做嘅幾道無共樣嘅接觸，除了去真是賣東西之外，你還有聽說沙去地方上去享受一道嘅觀光啦、參與活動，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參與嘅那道嘅活動好嗎？係，因為我過了2年嘅時間，我感覺講，因為親戚一定攏買，比如講酸果啊，然後。四季果啊，無如講那個芒果，唔過如果感覺講，伊哋小農體買東西嘅時候，輕鬆唔多好送出去，因為伊哋比較多繳到合作社，可是那個中間會被抽一層嘛。故說我歸來嘅時候，如果推人賣，唔過我感覺講，如果跟我們的產品結合在一起，像伊哋嗰種就是格外品，就比較不好的東西，像那個百香果比較不好的賣相比較不好的，我都可以推拿來做我的樂牌，都經常有幫助到小農也因為做了一條事情之後百香果跟小農路請我哋講，我哋可以跟他合作一個就是產地餐桌嘛，就會提百香果底杯做我哋食的，因為伊唔會做食的，不過我哋會做食的，以為做果園導覽，所以我們就結合在一起。然後我哋喺2024年總共2週日做40擺，接待了1400多個客人。伊哋都係因為愛來食一個產地野餐，然後來我哋慢慢，我哋嘅情感都係想講，想要同我哋慢慢推出去。安尼幾好呢？將這個慢慢菜體嘅文化產業推廣出去，但係可能有個圖，喺睇個個人嘅地位食東西哦。有個個人看好嚟親強力呢，嗰時講睇下食應該氛圍也蠻好嘅。唔過假使講讀到甜食唔冇嘅時間用嘅班咯。有的我哋做嘅時間都差唔多做到清明節嘅時間，有落一些意。我哋啲時間都用嘅透明嘅呢種嘅布棚，同人哋圍起來。然後還同人講這感覺很像在太空艙裡面嗰啲貼片所以說其實在老輩要做一個事的，其實我有幾多嘅考驗那就是考驗我們以前做發通一種能力啦。唔過雖然講幾辛苦幾個，唔過睇下食老一些是唔能有拄好準備。安尼感覺後來都唔係講幾狼狽，等到講可能幾細羽毛掉落睇啲蛋糕，幾浪漫嘅感覺呢。係啊，更加有個還有持續嗎？有個野餐嘅計劃？有，我哋睇2015年嘅元宵節之後都會開始辦。嗰時佢唔係算固定嘅，但係我提供有個小時可以去請人們也係講請。就是我們這個粉磚，果汁裡的粉磚團，阿祖媽都說粉磚都可以。都當人哋名嘅都錯嘅。都可以來預定安呢。幾好呢？除了安尼從菜體嘅小農啦、接客之外，還提供講人這個還幾有心哦，還去聽到人哋咧台灣最大嘅民俗宗教嘅活動，去聽到嘅媽祖娘娘大家嘅台中嗰邊咧，你去嘅參加嘅活動係做乜嘅事情啊？我哋去發我哋嘅主角飯，因為我算睇電視台嘅時間，我差唔多有20年前，我都聽到大家媽祖，然後有全程就是有去訪問過，故說。嘅之後呢，我每年都會去行，有的時間係行全部都會8天7夜這樣子，就是全部行。我如 TV 度睇行嘅過程裡邊，可能食嘅東西嗰度都係種嘅無論係嘅辦嘅，都冇翻，
可以食。行有的是行啊，改辛苦嘛。如果想要食饭，今仔我哋有能力的，我哋有做食的东西，我哋都可以囤一个东西，拿去囤大家人分享，安尼。不过所以像头前能同嘅菜市嘅小农合作嘅一个传统嘅计划，迄摕嘅不同嘅，吼，搭喺大厦，攞杯佢咧传统嘅种嘅零食嘅嘛，去做一条料理。但係唔能停頓一個宗教嘅法通去馬祖。唔能很用慢去準備一條片段，因為唔能做一天唔係像單純準備1-2分，一天幾多分呢？唔能很用慢去準備，加上講天時要按熱嚟發。我哋都係屯雲林一片那個在地的培力站點，就是像社區安尼，阿姨人都也很善心，都將我哋提供，我哋都同我哋一個主角，因為我哋真空包裝嘛，改封片，我哋拿起個片隔水加熱，拍飯的話要加一點呢天薄味來煮。就按呢，唔能有個浸有個沙器，很用慢去浸，唔自家去浸嘅呢，係。我哋都自家去浸伊，因為我哋有一些朋友，伊哋咩來加入一個志工團嘛，伊哋都係一片的人，我哋都100攏做200-300分。哇，也算係100做按多分的片動出去嘛吼。參加一條法通，包括送一條片動，大家有觀察到吼，人哋咧識得人啊，佢哋咧反應，也講銀行佢哋咧反應嘛。我哋每擺攏開始發的是，因為我哋咪有除了主角飯，咪有炒飯，每擺攏主角飯一下都發係的，差唔多10分鐘都發係的，炒飯都夠慢一些，可能大家人個好食煮卡。唔做人間參加按度嘅法通，甚至於講咩路嘅行銷嚟講，你有發現嗰個講，即個嘅產品啊，吼，大概有哪度嘅人客個喜歡，也講哪地區嘅人客個好，譬如講排骨，也講煮卡，你哋即個有做一種市場嘅調查冇？有哦，我哋嘅排骨吼，其實嗰度台南嘅人佢好哦，煮得排，因為轉省視察誒，對台南差唔多是1點鐘有差唔多20分，10多人都卡來買，我諗奇怪，一日來伊全部攏可能煮卡都買的，唔過煮了排都買10分，安尼20分感覺怪奇怪，如果每一頓，伊人講伊哋係台南人，怪好食嘅，親戚咪怪好咯，當然買嚟都分享安尼。等一下試驗問一下，你哋一個排骨吼，加係1多啊？我講我哋一個排骨係用台南，伊哋真係係伊哋素炒台糖更加像台南睇買一個素炒嘅個烏糖。佢說唔能嘅米質唔係單純菜外嘅嗰種青菜嘅糖，用素炒嘅天空嘅烏糖咧吼。佢說你等下試試看哦，也唔會太甜，它不會很甜，可是也不會很膩口。難怪今年台南人先好，因為有今年這個台南的米糕啊，全糖係咪？係啊，哇，其實按你講咧，怪好食也怪健康啦吼，就是你地杯不管是主要的食材，主肉也講你的配料也好，你都怪用心去做。這個成立一個品牌同媽媽聽書都更加好，講一路行過來有發生過經歷過按多嘅事情。那未來你這個會對地方上啦，也講你這個對一個品牌。也係講媽媽，佢對有個品牌有哪度嘅規劃，也係講期待冇。其實我想要做一個觀光工廠安尼，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吼一開始係做名路，有幾多人下路講，人做嘛唔係不用扛棒，我講因為我感覺而家還沒時間，我最想嘅係以後我想要做一個觀光工廠，所有嘅人客來攏可以看到我哋嘅東西，佢透明嘅睇個片做，佢清槍，伊哋咩可以睇一片體驗一些例如說把同愛的產品做一些，例如說熱壓吐司然後或者是那個飯團割稻飯團一種手做的東西，係我之前做活動很喜歡做，我有活動魂睇得出來因為本身頭先按你分享看得出來你這個本身就有個先熱情嘅感覺，想一種更多嘅東西，好嘅東西，也係講好嘅觀念分享俾大家嘛。既然有一條嘅規劃嘅，預算有時程嘛，有百業時程當中嘛。我可能我規劃來講的話，我可能就是這個品牌做了大概5年。
左右的时候。讲起在过问题啊，好，规模在过太的时间。嘿，人家头都面对一件事情，青春有，但是甜饼很闷的，因为自家更加所有的产品没有说买得到，故说也有真空包装那种嘛。其实。人家拢提供具有保存的期限，你那保存期限同用买一些张伟讲，这样可以从先从色的暗红色的。如果讲买到东西，或者是栽培熟豆的时间，一定会马上冷冻。嘿，冷冻的话可以不用2-10年。嘿，马个时间拿出来食，拢过好食，就会拿出来如隔水加热。一定会隔水加热，中午的吃只大颗的倒下去，天无一定会炖哦。安尼炖下去吼，个水温一去肉底杯，如果安尼烂唔好食。米头都会做下的。嘿，最好的话都现种来食。怎么？哇，观众朋友根本呢，唔但将是的改好食的满满足够的料理呢，也谈来改到温暖又神奇的故事。根本呢，再一次感谢俺的司仪。带来按温暖，又带按好食的料理哦，多谢。多谢主持人，要多谢各位观众朋友，要希望大家人以后有闲的时间来我哋慢慢行了哦，多谢。好哟，出去行了之前，请用听听俺的欣赏来认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起来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天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哟。